台灣漫遊錄作者楊尚祖翻譯金玲摕到國際布克獎，總統賴清德親身頒獎，感謝因成功讓台灣文學登上國際舞台。台灣的文學推向國際舞台，總統賴清德親身來頒獎，肯定作家楊尚祖甲翻譯者金玲聯手，讓台灣的故事行向世界，嘛為台灣文學翻譯創下重要的路站碑。楊尚祖形容國際布克獎在親像向世界拍開門窗。無論是文學作者、譯者、學者、出版者，以及整個產業裡面的每一個成員，我們都只能通過行動來回答這個問題。如此一來，我們將為世界展現台灣人的台灣。這場交流會嘛，將飯桌啊搬入現場，實際烹出冊裡寫着的麻芛湯、肉燥飯、甲雞仔手等等的料理，透過描寫食食，帶讀者來感受無同時代生活面貌，也對妻子來理解台灣的文化甲歷史。有句諺語 "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"， 意思是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，而出一本書，尤其是一本翻譯書。當然也 takes a village。台灣漫遊錄接受得到日本翻譯大賞、美國國家圖書獎甲英國國際布克獎等等的肯定。總統賴清德以卡球的球星梅西佇世界盃完成無仔戲法做比喻，講這項成就真難得，伊家己嘛對冊裡得到真濟啟發。所以他說，台灣百年文學的探索跟書寫，基本上就是台灣人追求自由的百年的追求這句話我看得非常感動。賴清德感謝楊尚祖甲金玲透過文學，讓大家更加了解台灣，也希望大家繼續在家己的土地寫家己的故事，唱家己的歌，讓台灣的聲音傳響更加遠所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